现在知道疼了？据我所得的密报，樊千影可是明珠谷一众前明精英联手调教出来的绝顶杀手，而你不过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。他若对你下手，你还有活的机会吗？这一剑不伤及要害，就说明他对你手下留情。你二人分明是你侬我侬，商量好了，你故意以自己为人质，放他逃脱。我说的可有错？父王英明，孩儿的小心思瞒不过父王，孩儿私纵大敌，罪不可恕，请父王恕罪。都小心点啊！要是把它掉下来摔了，我跟你们讲，你们的脑袋就咔咔搬家了。小心点儿。李公公啊，宜欢姑娘。哎，啊，皇上今天怎么没去御书房啊？皇上今天在御花园办大寿，这个后宫的太皇太后啊、皇后啊，所有的后宫嫔妃，全去御花园给皇上贺寿去了。哎，他没让你去啊？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笔墨侍书，哪有什么资格跟皇上一同庆生啊？哎，宜欢姑娘，不是老奴多嘴，你这个性子啊，你得收敛一点儿。当初皇上扮成侍卫跟你结拜，只不过是一时兴起，图一个好玩，你还真就当真了。我跟你说，皇上毕竟是皇上，幸亏他胸怀宽广，对你又是一番真心。这要是换了别的妃子啊，竟敢忤逆皇上，就咔早就被皇上处死不知道多少回了，你知道吗？当心点儿。王爷，你是何人？回王爷，奴婢是侧王妃新买的丫鬟秋月。侧王妃得知二公子违反了王爷的军令，要被军法处置，竟然急晕了过去。奴婢特意来禀报你。叫他急，都是他教的好儿子。秋月，还不快回王府照顾侧王妃去！侧王妃有望月他们几个伺候着，侧王妃要奴婢来守着二公子。笑话！我违反了军令，王爷处罚我，你守在一旁又有何用？还不赶紧退下！慢！秋月，看着你，倒是比寻常的丫鬟胆子大了不少。若是望月他们几个，在本王的盛怒之下，早就浑身颤抖，站立不稳，你倒还能神色从容。王爷，手下留情！王爷，王爷，求王爷手下留情，饶过琪儿吧！贱妾愿受任何责罚。你的账，我回头再跟你算。愚人把儿子娇惯得这么不知轻重，为所欲为。贱妾知错了，王爷。但是贱妾膝下只有琪儿这么一个孽障。只求王爷看在贱妾的份上，饶过琪儿，贱妾愿受任何责罚。起来吧，跪在这里，成何体统？谢王爷。琪儿，难怪你父王震怒，你怎么可以为了一个女人，敌我不分，私纵强敌？王爷，妻儿只不过是一时为情所困。想当年王爷年轻时，不也曾冲冠一怒为红颜吗？妻儿这般多情痴心的性子，倒正是随了王爷的天性。喜儿，没错，世人皆说，父王年轻时曾冲冠一怒为红颜，
可当年父王乃是审时度势，察觉前明江山气数已尽，才迎着清军入山海关，成为这大清的开国重臣，并非只为了陈圆圆一个女人。若是父王只痴恋陈圆圆一个女人，又怎会再娶了你娘？又哪儿来的你呀？是贱妾头发长见识短，胡言乱语了，王爷。但是这人不风流枉为少年，其儿只不过是一时为情所困，难以自拔，并非有意忤逆王爷，还请王爷饶了其儿。其儿，还不快求王爷恕罪！孩儿知道错了，求父王恕罪。希儿，看在你娘的面子上，你只要肯在父王面前立下重誓，从今以后，与那个樊倩影一刀两断，心里不再想着他，父王就饶了你。其儿，还不快快向王爷立下重誓！娘，父王，孩儿不能立此重誓。孩儿不想欺骗你们，因为孩儿做不到。妻儿，你就醒醒吧！那个樊倩影对你的感情根本不是真的，他接近你就是为了利用你，他根本就不爱你，更不值得你爱。不是的，我相信倩影是爱我的。父王，虽然我们俩立场不同，但是我们俩却是真心相爱的，并且我们俩谁都不愿意玷污了这份真情。王爷，来人！二公子违反禁令，私放强敌，罪不可赦，拖出去给我斩了！王爷，万万不可呀！王爷，王爷，贱妾只有其儿这么一个儿子。王爷若杀了妻儿，倩妾也就不活了。王爷，你现在可愿立誓了？快呀！父王，儿子早已对倩影立过誓，永不相负。我若是再发一个假誓，那不仅是对倩影不忠，也是对您不孝。拖出去！王爷，王爷，你若杀了妻儿，贱妾此生已无可恋。王爷，就此永别。娘，王妃，娘。罢了，玉柔，看在你尽心尽力扶持了本王20年的份上，我就饶了妻儿这一次。不过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饶。来人，将二公子推出去，重责50军棍。是。谢王爷不杀之恩。你给我千万忍住，不可露出任何破绽，不然你帮不了妻儿，反而会害了她。就打贱妾吧，王爷！王爷，求您了，王爷！妻儿，万万不要再打了，王爷，求您了，王爷啊！打！求您了！
军令如山。